大家好，我係 Michael Chan，今日同大家睇一個柏傲莊嘅單位。如果各位對呢個單位有興趣，或者想知道最新嘅放租放賣情況同成交走勢，歡迎隨時聯絡我 Michael Chan。首先係呢個物業入嚟嘅大門，呢邊就係飯廳，可以擺到4至6人飯台。我哋睇一睇個廚房啦。佢 U 型設計非常好用，有爐頭、焗爐、雪櫃同埋儲物櫃。客廳方面，一邊擺電視櫃，一邊擺梳化。前面嘅地方就有個露台，可以欣賞成條城門河嘅景色。客廁係企缸設計，方便淋浴。房間咁佢係打通咗嘅，望到亦都係全條城門河嘅景色。主人套房，右手邊特設衣櫃位，左手邊亦都係做咗衣櫃，前邊就有個工作平台，可以要嚟做啲曬晾衣服。對住亦都係成個城門河嘅景觀。主人浴室係明廁，有企缸有浴缸。